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咧讲，做人千万唔通遐茶天花倒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茶，吃芽茶第5条。茶就是香火用的木材，咱讲烧茶、香茶。假使若是茶糠米娘针，代表无米兼润滑。另外，起厝建筑、家具用的木材嘛是茶，特别是讲一款定心茶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讲一个人较无爱叮当，或者是反应较慢，动作较无活骨。咱讲一个人一苦茶，也佫有棺木，古早就是讲棺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茶头仔仔，字面的意思就是讲茶仔。另外，佫有一个意思是讲一个人亲像是茶仔同款，无反应、无表情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近山草无茶，近溪打无水。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讲我近山颠倒草无茶，我近溪啊颠倒打无水。意思就是讲一个人明明有优点有优势，但是唔知影爱拍拼，颠倒会失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近山草无茶，近溪打无水。阿明去外地旅游，找人问路，想讲伊生做故意，人就应该知影伊要创啥物。刚刚伊直笑，亲像是茶头红仔，啥物话都唔讲，莫怪对方唔插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茶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